如何將本公司報價放在安卓手機主畫面內？首先，請打開瀏覽器並進入我們公司的官方網站 www.aspirehk.ltd。當網站載入後，你會看到最新的優惠活動彈窗，直接關閉即可。接住，請注意頁面右上角有一個3劃按鈕，點擊它展開選單後，你會看到即時報價的選項。點擊進入即時報價頁面後，在右上角可以找到一個3點圖標，點擊後選擇新增自主螢幕，這樣就能將報價頁面直接添加到你的手機桌面。完成設定後，你就能隨時快速查看本公司提供的貴金屬即時行情，讓交易更加便捷。多謝選用本公司優質貴金屬交易平台，祝你投資順利，再見。